休息翻嚟，仲有另一節新聞。我哋平時出街好容易帶埋流感病毒返屋企，點樣清潔家居先係正確呢？流感病毒咧可以生存喺環境表面有幾日咁耐㗎，所以我哋都建議市民呢，就至少每日一次用1:99嘅稀釋漂白水為環境進行消毒，用10毫升家用漂白水啦，再加990毫升清水，用一塊乾淨嘅布為環境進行消毒啦。尤其要注意呢啲雙手經常會掂到嘅地方，譬如門柄或者鍵盤，咁喺15至到30分鐘之後呢，就用清水抹乾。醫生又話，如果屋企有流感病人嘅話，就要先用紙巾抹走佢哋嘅分泌物，然之後再用1:49嘅漂白水清洗，因為更高濃度嘅漂白水更加有效殺死流感病毒。